的道路的推广方向哈，跟各位浅浅做分享啊，也学习。大概有本来是分3个主轴，每一位道亲，你只要选一项就好，一项是讲道路的推展哦，其他行政工作生成拢爱帮办啊。就有要，就讲要导人的方式，认识众生的方式，这3个大方面。第一个，对学界的运作，年轻人的年轻人专责，专责伊去负责规划，啊，我当伫学校附近啊，年轻人带领策划年轻人有兴趣的课程或是活动，包括那个活动包括我们志愿服务，带因去服务，比如讲，那个育幼院啊，是迄老人的那个安养院啊，去改服务，加志愿服务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即摆年轻人、学生伊嘛拢还有志愿服务的时数，因需要安尼时数，咱阁提供这样服务的机会给他，安尼慢慢制造机会，互伊甲有长有机会接触。这个是学界的运作，这个课程也包括，当然也包括一些让他可以充电学习的机会的一些课程。那第2个就是读经的推广，学界的年轻人的区块读经的推广就是年轻的妈妈跟小朋友读经的推广。读经的推广，就爱读经推广组，不是干那时间到我来读经班教学安尼尔，无，他要用心专责，研发很多的读经的相关的教案。安怎会让囡仔有兴趣来学习，而且学习了佫有成果、有改变，互大人对带囡仔来读经班，伊做有信心的。佫较无用，嘛要甲囡仔带来，这个读经推广组，你只要专心用心想一项代志安尼，那第3个就是旅游办道组，旅游办道，即摆有真侪退休的人即摆真侪退休，50外岁就退休啊，佫足少年的。囡仔无伫个身躯边拢出门伫外口足济，所以很多都是一对阿某家己带，甚至一个人家己带，有无？即种的有人专门爱游览的，咱敢知？一感觉看有啥物游览的，伊无代志，但是伊佫有退休，有钱足无伴，有安尼。咱旅游办道组就是要接引这样子的众生，你要安排很多的行程，毋是干那带佚佗。将来要配套的头前，为什么咱今仔日有这个活动？我们是定祈福的平安之旅，为台湾祈福，为大家祈福。然后在车上也会穿插一些影片做一些跟道场连结，不动声色、不落痕迹的连结。互伊感觉恁这个团队真有爱心真好嘛，真心，结果会分，较足欢喜的安尼。1摆、2摆、3摆，过来就变咱的人啦。这个是旅游办道组。那第4个是最近一个里长感动增加的，就是社区的关怀据点。社区关怀据点，或许后来才有去了解过。市政府之下，其实社会局、社会处啦，每一个社区其实拢会当申请关怀据点。目前佫有足侪社区因无人申请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如果正式成立了之后，它会有固定的财力的资源，要互咱社区办活动这是不是？咱就有真侪机会，当跟办义诊量血压啦，甲伊开讲啦还是办一些健康讲座啦，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啦安尼就有机会接近众生对吧一段时间，伊会感觉咱这阵人嘛真心性嘛，人拢足好的是不是有机会？咱若会有啥物活动，咱就会当家招来，安尼就有机会多分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去推广道路的一个方向好，那什么叫做有德？咱做这济，咱行功不代表实德，咱主讲要实德珍惜。行功不代表实德，有功也不代表品德。怎么说？爱看咱用啥物种的心来面对不同的课。所以主讲是用分别心还是埋怨心来完成这件工作，当然你的功德力就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咱的行动力、创造力、咱的思想、咱的心态、咱的接受度，就会表现在配合度跟接受度上面的。那接下来呢，当然就影响到决策跟最后的结果。所以这个心态就重要存在的结果。这2个
个影片都非常好，我们只能看这个短一点的。有看过吗？星光树，几个老师哦，很感动。
这边很多美好的期盼。